整齊腳步搭配着一首一首的歌曲，依然漢光管家隊頭擺到平湖演出，受來自台南阿蓮牛肉湯公園店慶讚，替衛生宮立會安座廖景拍頭陣，也互隊伍增加熱烈氣氛。人跟人之間有認識神明，跟神明才會交流。這種頂頭是非常之少啦，最主要是講過來這對無？和平湖這人看到這頂頭。隊伍對平湖天後宮迎請新春了後起駕，專程徒步大約4公里，途中前往三官殿參香祈福，當中有2頂神轎，又閣發生小小的意外，先鋒轎轎光熊熊登去。歡喜啦，應該是高興啦，因為剛好到那邊，唔知是巧合還是怎樣，剛好到那邊剛好有救護車經過。然後也剛好就斷了啊，也有可能是，對啦，木頭的問題也不一定啦，久了啦，可是它也是新的啦。衛生宮主菜天上聖廟分靈自八煞尾天後宮，關聖帝君是佇咧高雄關帝廟啟靈，因為18當前一份甲神明的約定，建廟工程正式展開。時間也過得很快，18年後剛好我們這邊房子蓋。也剛好蓋好，還有那個機緣，然後就變成我們的宮就在1樓這個地方，很不容易，對啊，因為又時間已經看好了，然後就很趕啦。原本是想說應該是來不及啦，後來就有很多朋友的幫忙。規場慶典依照平湖傳統科儀舉行，充分展現地方信仰甲文化傳承的精神。來自台南的木雕大師劉進文，也以傳統工藝加當二石榴製作的變蠟致敬，替這座經過18當修建的神廟留下珍貴的人文藝術價值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